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羅小姐啊！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我哋翠湖苑嘅呢個工地嘅進度。依家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師傅已經喺度準備劈灰啦。依家就喺度夾緊呢個陰陽角收邊條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咧，我哋已經做好咗嗰個木工嘅一個吊井啊。嗰啲螺絲孔咧，全部都做咗一個防鏽嘅處理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呢個就係陽角條啦，我哋叫做陽角條。咁呢上面咧就陰角條喎。咁陰角條嘅地方咧，仲加咗一層網帶嘅。咁我哋問一問師傅，呢個網帶有咩作用啦？師傅，我看見現在這裡是陰角的地方加了那個收邊陰角條，還加了那個網帶的，它是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作用啊？就是這個位置。防止開裂嘛，一腳翹起來嘛，因為這個木板和這個牆體，它木板一收縮，它會把靠牆這邊拉起來。那我們現在做了一個網帶處理的話，就是因為它上下這個網就可以保護這個角線，不讓那麼快拉起來。唔知大家可唔可以聽得明啊？師傅嘅話咧就係話，即係嗰個木工同埋嗰個牆體咧，佢係唔同嘅材質，所以咧有機會都會即係容易裂開嘅嗰個陰角嘅地方。咁依家咧就再加多一層網帶咧，咁就更加之穩固啦，即係增加佢嘅一個拉力，即係冇咁容易裂啦咁樣嘅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